台湾的民众三不五时传出讲去中国防失踪，有立委就指出讲，一当平均有85件台湾人伫中国受到骚扰，也是讲防限制自由。有民间团体就批评中国政府不当对待政治犯甲外国人，嘛指控中国之前接受联合国的调查，讲白贼话来暗砍对人权的侵犯。 我出版专册《这期信仰问题》，北京文化总编辑普查来台湾待真侪年。去年3月去对华探亲了后，就互人秘密逮捕。中国一直安尼咧做，进行接受联合国人权纪录审议的时阵，也引起西方真一个关心。真侪民间团体批评中国用白贼话来暗砍对人权的迫害。 Several states called again on China to repeal residential surveillance at a designated location, or RSDL, and to end the crackdowns on human rights defenders and lawyers. 对了，香港西藏甲信仰问题，和各国提出疑虑。民团也指出，台湾人连续去中国失去联络。立委阁指出，台湾人去对华被限制人身自由甲塑胶，一年平均85件。亲像真侪年前 NGO 工作者李明天，就因为颠覆国家政犯罪，和中国政府判刑5年，去年才刑满放出来。 中国政府可以用国家安全为理由，拒绝当事人聘请律师和家属的探视权，所面临的处境形同精神酷刑。中国可以利用这种精神压力甚至肉体的酷刑，逼迫当事人认罪。为中国迫害、限制出版甲言论自由，搁到凊彩掠人、实施酷刑等等，中国种种行为拢互民团批评，无顾人权保障。 除了要求停止非人道逮捕、非公正审判以外，阁呼吁对华交代被失踪台湾人的下落。记者综合报道。